眾都同我哋同聲同氣，我哋一齊俾啲掌聲嗰邊嗰啲同學。如果我哋香港人自己唔自救、唔團結去對付呢啲共產黨嘅奴才，如果今次俾佢得逞，將來佢就對我哋嘅壓迫就會無日無之。今日我哋捍衛呢個林慧思老師嘅自由，明天就係捍衛我哋自己嘅自由。收皮！呢一場係正義對邪惡之戰，大家不能夠置身事外嘅，啱唔啱？呢一條街係屬於香港人嘅，係咪？呢條街唔係共產黨嘅奴才嘅，係咪？呢一班人過一段時間，經常包圍住法輪功喺度滋擾，喺度搞暴力，但係警方係熟視無睹。今日我哋話俾警方聽，香港人係唔會接受呢個共產黨治港。所以香港警察係香港人嘅子弟，唔係共產黨嘅奴才，啱唔啱？支持警隊嚴正執法，踢走暴力社團，今日要集會聲討咩？即係阿林老師有咩校園文化都講阿春，收皮啊佢！嗱，而家台上咧有一個叫李思燕着粉紅衫嘅，就叫做教師咩家長聯會。另外咧，仲有一個退休嘅呢個警司，姓劉嘅，佢而家攞緊香港人嘅長俸，佢係冇理由企上台喺度亂咁噏嘢，係咪？踢走暴力社團！方式叫佢收皮，係嘛？收皮！嗰邊有個攤派支持林慧思嘅 ，OK， 咁你去簽名，佢哋有